郭玲麗議員，唔該主席。咁陸慶圖小學其實不嬲都知道佢哋喺將軍澳都做得唔錯嘅。咁如果你話譬如咗一個嘅重置一個校舍咧，咁我覺得都係適合嘅，亦都係可以幫到咧學校一個新嘅發展。咁但係我比較擔心咧，就因為其實安達臣嗰邊個交通嘅問題，因為而家已經我哋開始譬如話可能雲泉啊等等咧，已經開始喺嗰度附近咯。咁已經喺嗰邊咧，仲有安達邨啊附近嘅位置咧，其實已經開始有啲擠塞嘅情況。咁而我見到咧，佢哋譬如落位嘅地方啦，或者等咧，全部係一個比較細嘅一個迴旋處入邊。咁我好擔心咧，如果你話譬如喺同一時間，大家都一齊係返學嗰個時間喺晒嗰邊，咁又係得單程嘅啫，即係佢得一條路，又冇得好走嘅喎。咁你哋有冇同個運輸署係仔細研究過？喺當中入邊會點樣處理呢？會唔會稍後嘅真係同幾間學校或者教育局可以幫手協調下，大家一啲返放學嘅時間會唔會可以錯開呢？咁係可以順翻佢哋嗰邊嘅交通情況。唔該晒主席。係副局長。係多謝主席，多謝郭議員對重置陸慶圖小學項目嘅認同啦。咁關於嗰個交通方面嘅問題咧，就喺新校舍落成咗之後咧，喺個校舍裏邊係設有私家車嘅泊車位啦，咁所以咧校巴或者一啲的士私家車咧就唔需要係喺嗰個路邊裏邊停泊嘅。咁所以咧就呢個咧係相信對於附近嘅交通都唔會構成好大嘅影響。而我哋喺今個學年咧，即係亦都通過學校咧係有了解過而家嘅小一同小二嘅同學，佢哋嗰個即係因為去到將來遷校之後，佢哋就會係小學5年班同6年班啦，咁都有了解過佢哋將來返學嗰個嘅方式啦，亦都發現到咧係絕大部分嘅同學，即係超過92%嘅同學咧，係會係使用校巴啦，或者係用公共交通工具啦、步行等等嘅方法咧係返學嘅。咁頭先講嘅呢啲同學，佢哋喺申請入讀學校嘅時候，已經知道咧學校喺幾年之後係會遷去安達臣道啦。咁所以就家長同學生都係有所準備嘅。至於郭議員特別有提到嗰個即係同附近嘅學校咧係盡量去錯開嗰個即係返學啊放學嘅時間，呢個係一個好嘅建議嚟嘅嚇。咁我哋亦都喺呢方面咧會將來如果有需要都會同學校去跟進，咁就確保咧學校即係嗰個安排校巴嘅時候咧係嗰個時段係可以用一啲唔同嘅時段去進出校舍接載學生啦，亦都會同運輸署方面都係緊密有溝通，咁確保將來嗰個嘅交通係順利嘅。多謝主席。好，補充一句，主席，因為其實嗰度嘅交通其實而家已經開始有少混亂，因為有好多其實喺嗰度住咧，去其他嘅學校係返學㗎，譬如去油塘啦或者觀塘，咁所以希望咧係正視呢一樣嘢。唔該晒主席。